来看前2天拜六礼拜有出版社办台文朗读节，2天到2000多人来参加，是真受到欢迎。长期关心台语文化等的作家郑顺聪是表示讲，台语文长时行，要继续培养人才，台语文产业的市场就会愈来愈稳定哦。相信卖当下愈侪人来加入。前2天19、20有出版社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办台文朗读节，现场有台语绘本讲故事的活动，囡仔听甲真心实，嘛摆出侪台文出版品台语教材，也有讲座讨论世界文学和音乐创作等等，不正闹热。出版社表示，短2天成2000多人来参加，伊嘛真意外。估计起来应该是1、2000人、2000多人。讲座的活动嘛是逐场拢节目教安的，真正互咱看到。台文，足侪人在关心呢。我特别要讲的是，咱的台文册伫个现场卖了非常的好。台文朗读节今年是第1届，出版社表示欢迎袂歹，未来有机会会去办落去。长期关注台语文发展的作家郑顺聪表示，其实这几档各地的台语文活动愈来愈多，但是目前台语文库啊还搁在累积分化的阶段，片面台语活动是真要紧的，安尼当互对台语文有兴趣的人知影资源在倒。台文1点空爱做的，就是把这个底底甲基础，甲这组织人才甲拍好。台文的概念股是。这个估计是愈来愈悬，所以即马是离个算就囡仔咧当大人的算个时期啦。好啊，甲车用啦，车用当然是头一就是袂当招进，第二就是人才是上重要的。郑顺聪认为，除了爱顾好上基础的台语家庭，嘛要透过无共领域办相关活动，互愈侪人了解台语文通用来做啥。伊嘛表示，虽然这几年参与台语文活动的人有咧变多，也毋过目前这个阶段也是需要政府斗相共，安尼未来台语文产业也更有商业市场，才通愈来愈稳定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